點樣先謂之係一個藝術家？等我話你知啦，藝術家佢哋就係一班黑客嚟，你冇聽錯啊！佢哋創作嘅藝術作品，其實就同黑客寫嘅代碼一模一樣。我哋真係要多謝嗰班藝術家先至得㗎，全靠佢哋先可以俾到人類有自由啊！話說人體入面原來裝咗一套獎賞系統喺度㗎，呢套嘢信宗教嗰班友就話佢係被設計出嚟嘅，但係進化論嗰班就話佢係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，慢慢咁演化出嚟喎。不如簡單啲講啦，就係當你做咗啲幫到生存同埋傳宗接代嘅事，就好似食飯、拍拖咁啊，你個身體就會好似個自動販賣機咁，啪一聲就彈啲令你開心嘅化學物質出嚟獎勵你。但係如果你唔敢做呢，佢就會即刻轉 mode， 分泌啲令你周身都唔自在嘅物質出嚟搞你啊！所以話我哋個肉身根本只係 DNA 嘅宿主嚟㗎咋。不過話時話啦，就算設計得幾咁精密嘅系統，都實有漏洞嘅。班醒目嘅人類早就發現咗個 bug 啦，就係睇幅靚嘅畫，睇出好戲，聽隻好歌，就會令人心喐喐、眼濕濕，甚至熱血沸騰添。但係呢啲嘢明明就同生存仲有繁殖一啲關係都冇喎，但係點解偏偏會對人類個腦有反應嘅？原來就係班藝術家唔覺意咁揾到嗰啲秘技，透過眼耳口鼻呢啲感官，將呢啲特別嘅刺激傳入人體，直接 hack 入個人類獎賞系統嘅後台程式啊。DAA 嗰班工程師其實都好想執咗呢個 bug 㗎，不過佢哋套系統嗰啲 code 多到成個銀河係咁，冇返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都未必執得切咯。再加上用藝術品刻入去偷嘅化學物質又唔係話特別多，所以嗰班工程師都懶得去理，咁就俾人類用咗幾千年嚟自嗨。所以話藝術家根本個個都係頂級黑客嚟㗎，佢哋幫人類揾到可以自行控制化學物分泌嘅方法，等大家唔使下下都要睇住啲 AD 面色嚟做人。所以你話啦，冇咗嗰班藝術家，我哋仲點樣可以喺呢個咁辛苦嘅世界度偷偷咁揾返啲人生樂趣啊？總括嚟講，藝術呢家嘢就係人類對抗基因爆源嘅秘密武器嚟。由原始人喺山洞度畫公仔，去到而家嘅 VR 藝術展，嗰班黑客嘅藝術家一路喺度幫我哋破解緊生命系統嘅源代碼啊。雖然每次偷到嘅多巴胺都只係得嗰一兩滴，但正正就係呢啲小小嘅自由時刻，先至令到我哋覺得自己唔只係 DNA 嘅扯線公仔咁簡單啊。所以話，下次去戲院睇戲睇到喊，聽演唱會聽到跳舞，睇畫展睇到起雞皮嗰陣，記住同自己講，呢啲就係我哋突破生命原始設定嘅證據嚟㗎。